哦，其實咧好多人都講話有平安三寶啊嘛，咁我呢個咧就整理三寶啦叫做，咁係三個，一就係開心小冊子啦，然之後咧就係我啲故事本啦，第三個咧我係叫樂活筆記，樂活筆記咧分兩部分嘅，又有如果年青啲嘅咧可能就係100個夢想啦。咁如果年長啲咧，我哋就會叫做遺願清單，通常都要求有30個嘅嚇。我哋會點樣做咧？我開心小冊子咧，開心小冊子啦就呢個開心小冊子。開心小冊子咧，我哋會幫佢咧畫一個生命樹啊，畫咗個生命樹咧，即係話等佢睇到咧，佢個根啊，即係佢個根原生家庭啦。佢個根咧係點樣嘅？就好似種一個植物咁，點樣由泥土嗰度咧，由一個種子咧，慢慢變成一棵好可以獨立嘅樹啊！我哋會故事本啦，人生故事本咧就會專注於佢人生咧，由細到大諗起16件事。咁咧呢16件事咧就要 mark 翻咧當時究竟點解會特別想起呢件事啦。跟住咧就係當時嘅心情狀況係點嘅？係好開心啊，好唔開心啊，絕望啊，咁啊有唔同嘅指數啦，例如1代表普通開心啦，10就非常開心啦咁樣，咁啊列出呢16件事。咁喺呢16件事裏邊咧，我哋就會揾翻點解我呢一半生人遇咗數以十萬件事，而我單單係選中呢16件咧。雖然知道咗好多嘢啦，我以前係點？又知道我核心價值啦，但係要定未來計劃咧，好困難嘅。咁我點定未來計劃咧？所以我又會覺得做第三個啦，樂活人生，即係話點樣先至係我哋快樂嘅人生咧？咁我咧又做咗一個咧，呢個就係我個100個夢想書，100個夢想書。咁裏邊咧我就會列出我嘅夢想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咧有個圖片啦。未實行之前咧，我將佢圖像化咗先。咁咧就係話想點，咁然之後實行咗咧，就再整翻一張圖片落去，即係話完成咗啦。我仲會做有啲未曾做又想做嘅去完成，有啲我好希望可以達成嘅，我可以做，可以同我身邊關係好好嘅親密嘅人一齊去見證同埋一齊慶祝我嘅夢想成真。